来看伫节桥主办的作家阅读会，规个7月份拢会有台湾的作家来分享讲历史，也佮有族群等等的议题。有民众讲，现场上无拢有7成以上的人来听，甚至嘛有坐较无位通坐进行，而且大家嘛会提出问题甲建议做伙来讨论。也那节桥的主办单位是讲，因感觉这是真好的民间交流的活动。 由节区主办的作家阅读会，台湾是今年的主题曲，大家拢有无共作家来分享台湾历史、族群经验、文化和性别议题等等。节区的主办单位红车出版社的创办人表示，事实上，伊对台湾真无了解，听过遮侪分享了后，伊认为台湾文学勇敢挑战这些敏感的议题是上属于背后的。Nebo otázky rodové, nebo etnické a tak dále a tak dále. Zkrátka každá země si nese svá nejrůznější traumata, ale mám pocit, že je obdivuhodné na tajvanské literatuře, s jakou otevřeností do toho jde. 伫今年的作家阅读会，总共有31位作家受到邀请，其中写小说《单路》的作家洪明德和诗人向阳拢有分享台语的创作。洪明德嘛伫分享的过程讲到台语和其他族群语言受到打压的历史，就有节区的民众表示，伫因的历史当中嘛有受伤的情形。因伫差不多18世纪的时阵，嘛是有受到，算作是受到奥匈帝国的统治啊，因捷克遮的社会变成德语是较高级啊，较接咧用的一寡语言。啊，因的即个捷克语嘛是经过因的复兴运动了，才成做因即摆较接咧用的一个语文。所以因听到遮时阵，足侪观众拢会走来甲我分享讲因的算作是因捷克语的复兴的较早这段历史啦。Ten jazyk měl a má svoji funkci v těch chvílích, kdy jde o nějaký zápas o svobodu, o nějakou emancipaci a samozřejmě v otázkách kultury, protože v tom je jazyk, ale každý jazyk nenahraditelný. 红车出版社嘛肯定语言作为一个身份认同的功能，无论是族群外省语言，都应该受到保护。也那伫咧活动现场，原来有来自台湾的一位电影工作者，伊自开播以来，逐工拢来听讲座。伊表示，逐工拢通听到这区民众对台湾有侪侪好奇。我倒蛮意外的是，他们很兴趣台湾作家所专注的，比如说有些是写同志，有一些是写台语，有一些是写历史，他们反而不会认为这些专题的东西很刁钻。伫咧作家阅读会，嘛有展出中欧地区的文学作品，其中也有台湾的文学翻译作品。主办方嘛希望透过双向的交流，台湾和节区拢会当有愈深的互动和理解。记者卢尚如、柯秉哲节区报道。